香港並冇法定退休年齡，大部分公司員工同公務員喺60至65歲退休。其實幾時退休，好視乎唔同人嘅條件同埋需要，冇必要受到年紀限制。如果退休安排可以彈性處理嘅話，社會會變成點呢？部分長者可以選擇減少工作時間，做啲輕鬆啲嘅工作，等佢哋可以保持活力，亦可以延長職業生涯，增加收入。長者淡出職場，可以慢慢傳授經驗同知識俾啲後輩，亦都為班年輕嘅新力軍騰出晉升空間。呢一班智慧老人其實係公司寶貴嘅人力資產。靈活嘅退休安排可以話係三贏：老闆贏、後輩贏、長者贏。智經研究中心建議，本港可以按照人口、社會、經濟狀況推行計劃，令長者有機會選擇繼續工作，從而舒緩勞工短缺以及人口高齡化帶嚟嘅各種財政壓力，令到香港社會更具競爭力。其實彈性退休係全球嘅大趨勢，係應付勞動人口高齡化嘅其中一個方案，對社會經濟、長者生活嘅長遠發展都非常關鍵。有關政策需要及早部署。